点缀在刘翔的身边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110米栏运动员。在见证了队友刘翔04年雅典奥运会的辉煌之后，史东鹏对北京奥运会也充满了期待。2003年8月29号，巴黎田径世锦赛，史东鹏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决赛。想压一下吧，争取进前两，没想到第一哇！哎，感觉跟做梦一样，根本就没法想象。更令史东鹏兴奋的是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和刘翔站在世界大赛决赛的起跑线前。最终，刘翔获得铜牌，史东鹏第7。而且当时跑完第7名之后也挺高兴的，毕竟进入前8名。当时跑第7，感觉挺美妙的了，你知道吗？世锦赛归来后，史东鹏经常和刘翔一同训练，两个人在赛场上下都是亲密无间的朋友。我和他都比较稀里糊涂的，都比较傻的。对，他在说他说话有点小结巴，反正就是挺可爱的。算是很好的朋友，经常只要出去比赛的话，我们俩就是一个房间的，经常在一起聊天啊，一起出去买东西。我觉得大学各方面都挺好的，对，就是比我差这么一点点。差距太大了，他毕竟是世界上最好的跨栏选手嘛。他的技术比我好，比我漂亮，我的技术就比他更实用一点。跟他竞争，只能想一想，争取来缩短这一方面的差距。2004年，史东鹏与刘翔一同站在了雅典奥运会的跑道上。然而在预赛中，史东鹏被淘汰。当时跑预赛感觉肯定是能进的，应该是能进的。当时也没想太多嘛，结果第一场就给下来了。感觉挺失望的吧。比赛开始，刘翔的起跑非常顺，将拿在第1位。史东鹏被淘汰2天之后，刘翔踏上了决赛的赛场。在刘翔冲过终点那一刻，史东鹏在看台上感受着内心的激荡。当时就感觉所有的人都蹦起来了，一阵叫，比较刺激啊。当时我也是挺激动的，然后浑身起那种鸡皮疙瘩呀。我当时想，如果我要是也能站在决赛的跑道上，就更好了。雅典奥运会归来后，刘翔无疑成为绝对的巨星，而史东鹏的名字却很少被人提及。2006年8月7号，河北石家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赛场上，人们呼唤的是刘翔，而这里是史东鹏的家乡。因为没有刘翔的话，也没有人更多的去关注田径这个项目，估计也没有几个人会知道我。因为有了刘翔之后呢，所以呢关注的人就比较多了，然后顺带脚就把我也关注一下。比赛结束，史东鹏仅差刘翔0.09秒获得第2名。人家随便跑一跑，我这拼了命了，这是。他确实是太厉害了，确实太厉害了。我跟他一起照片啊挂起来了。我妈比较喜欢这个，你有机会去找刘翔签上名，
然后让我也签上名，然后挂起来。史东鹏1984年1月出生，比刘翔小半岁，身高1.91米，比刘翔高3公分。他们在各种比赛中交手数次，刘翔完胜。如果不出什么失误的话，我是不会输给他的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比较有的。如果他要出现什么失误的话，肯定是抓住这个机会赢他一把。超过我是最好的，我从来没想过。那我要超了他就破世界纪录了就。目前史东鹏的最好成绩是2007年在日本大阪世界锦标赛上创造的13秒19，在大阪他获得第5名。他自己也觉得超越刘翔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追赶刘翔的脚步。如果说国内没有这样一个选手，没有大使的话，我就会跑得更加轻松，对，不会再像国内我跑个13秒5几6几可以拿冠军，但是他在我一定要稍微5根神经，反正起码要绷起来三四根吧。如果没有刘翔的话，还是尽力去拿第一吧，可能反而会轻松一点。无数人曾发出过既生翔何生鹏的感叹。近年来，史东鹏始终无法摆脱在这个项目上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尴尬角色。或许北京奥运会上这种局面依然很难被打破。我也想站在那种最高领域的台上吧，但是实际上还是差距比较大，好好训练呗。史东鹏亲眼见证了刘翔在雅典写下了辉煌，那一幕让史东鹏多了几分对北京奥运会的期待。08年希望刘翔卫冕成功吧，希望我也能站在那个决赛的跑道上，等比完赛跟他一起分享那种胜利的喜悦吧。希望那个能披着国旗绕长一周来那个谢谢观众的那个来支持吧。